社保養老金幾年都冇加過，係時候要調整啦。養老金咧由2020年咧加過一次之後，已經幾年嘅時間咧係冇喐過噶啦。按照政府嘅講法啦，養老金嘅調整係按照機制去做嘅，例如通脹率未達3%咧，我哋所以咧就冇辦法去調整。但係近年物價上漲啦，無論係買餸錢啦、石油氣啦、醫療費啦，呢啲生活嘅開支咧都係貴咗嘅。老友記嘅荷包真係頂得順咩？政府嘅機制唔單止要睇數字，更加係要真實反映我哋弱勢群體佢哋嘅生活壓力同埋佢哋嘅狀況嘅。而過去幾年啦，喺立法會會議上面，無論面向行政長官啦，或者係政府嘅官員，我哋都一直有追問啦，關注翻會唔會啟動調升養老金嘅程序。最近呢，我哋去拜訪行政長官嘅時候，就住新一年度施政報告交流意見，我哋都係建議咧要調升各項嘅惠民措施，包括係研究調升養老金。政府當時咧都表示回應係話會充分考慮嘅。必須強調嘅係咧，我哋都知道特區政府向來都重視長者嘅權益，政府係可以咧趁住新一份嘅施政報告時機，積極去落實調升養老金啦，同埋優化社會保障制度、完善醫療保障等等，用實際嘅行動更加支持同埋關顧長者嘅保障嘅。